跟住落嚟，我哋會為大家送上一場係147磅嘅 WMO National 嘅金腰帶爭霸戰。呢一場比賽係打5個回合嘅，每個回合係3分鐘。今次咧回合同回合之間嘅休息時間咧就係2分鐘啦。台上拳證係安格沙拉林師傅，3位裁判係鐵拉扎什蚊呀師傅、田斌師傅、陳俊賢師傅。首先進場嘅紅方選手代表 Muay Thai Station， 請大家歡迎何振壓。南方選手代表 JKW Muay Thai and Fitness， 請大家俾啲掌聲歡迎莫家俊。Round 1。
第一回合結束 ，end of round one。助手離場 ，second out。Round two。
End of round two， 第二回合結束。Second out， 助手離場。Round three。
End of round 3，第3回合結束。助手離場，Second out。Round 4。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嘅運動員啊，擂台上面嘅運動員係需要接受治療㗎。咁啊，呢個時候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啦！
誒，可能大家啲掌聲唔夠啊，俾多啲動力佢啦。好啦，比賽係可以繼續嘅，大家再繼續俾啲掌聲同鼓勵佢哋。第四回合結束 ，End of round 4。Second out，助手離場。Final round。
比賽結束 ，end of final round。呢一場比賽嘅頒獎嘉賓係 JCI Victoria 會長 J Lee 小姐，有請 Miss Lee。但係呢場比賽，我哋係得到不一致嘅裁定嘅。第一位裁判50-46，第二位裁判49-48，第三位裁判47-49，不一致裁定紅方勝。好啦，我哋再一次恭喜我哋新科金耀大得主何真晏啊！但係呢場比賽兩個拳手都係打咗一場好出色，打到咧就係現場觀眾都係血脈沸騰嘅一場比賽嚟㗎。請大家再次俾啲掌聲兩個拳手。